膝部骨折。膝部骨折、脫位及嚴重扭傷，需要用繃帶卷以簡單螺旋形包紮法嚟包紮。包紮前，急救員先協助傷者躺下及仰臥，另外協助將傷者嘅膝關節承托至舒適嘅角度，並需要選用7.5厘米闊嘅繃帶卷嚟包紮。包紮時，急救員先用軟墊包裹受傷嘅膝部周圍，然後用繃帶卷以簡單螺旋法從軟墊底部開始，向大腿方向包紮整個膝關節，並同時固定軟墊。完成包紮後，需要喺受傷嘅膝部下面放上足夠嘅柔軟物件作承托，避免膝部因過度伸直而引起不適或痛楚。